冇規則就係唯一嘅規則。前段時間同大家講過，要分享下網飛零規則呢本書。嗱，呢家偉大公司嘅管理哲學咧，真係突破我嘅認知啊！佢嘅管理理論咧，既唔係嚟源於乜嘢管理學之父啦，亦都唔係商學院嘅案例，令到我感嘆，之所以可以成為偉大嘅公司，係因為接地氣，唔局限於框架內嘅管理文化同制度。嗱，今日一定要將呢啲顛覆認知嘅乾貨分享俾各位老闆同管理者，睇完啦，絕對令你重新思考管理兩個字啊！冇規則就係唯一嘅規則，呢個居然係網飛嘅企業文化核心喎。比如話差旅費啦，冇任何嘅固定標準，住5星級酒店定係經濟型酒店，坐商務艙定係經濟艙，全憑員工自己定奪啦。唯一嘅要求就係，如果有人質疑你可唔可以俾出令人信服嘅理由呢？嗱，呢個如果放喺我哋好多公司呢，就要層層審批，條條框框限制。咁乜嘢就為之係令人信服嘅理由呢？咁必須就係經得起任何人嘅推敲啦。呢點睇落去簡單，實質上要求員工企喺公司嘅立場，為公司費用開支做出最優選擇。仲有顛覆人性嘅係休假自由喎，員工想幾時休幾耐，完全唔使報備，唔使審批，自己安排就得㗎啦。嗱，網飛就充分相信員工嘅自我管理能力，反而咧就令到員工嘅士氣、創意同工作成果都最大化爆發啦，真正為公司創造核心價值。嗱，我哋係咪成日都去糾結請假會唔會影響工作啊？要唔要卡審批流程啊？老細同唔同意啊？嗱，網飛就用行動打破咗呢種控制式管理嘅思維定勢啦。只要你想或者你需要就去休假啦，最終結果就當然係以更好嘅狀態回歸工作。試問咁樣嘅員工點會唔交出優質嘅工作成果呢？仲有薪酬制度同樣係反常識嘅喎。嗱，我哋都默認獎金提成係激勵員工嘅法寶，係咪？但係網飛咧偏偏取消咗所有同績效掛鈎嘅獎金啦。嗱，佢哋認為直接俾員工應得嘅頂級工資，反而係令到員工可以拋開功利心，真正為公司長期價值而拼盡全力，而唔係夾住短期嘅 KPI 湊數。呢波操作係咪顛覆咗你對激勵嘅認知啊？最令到我眼前一亮嘅咧就係網飛嘅全員坦誠原則啦。即將要公布嘅業績數據，甚至係裁員嘅決定，所有員工咧都有知情權喎。管理者必須毫無保留咁坦誠溝通，而唔係用善意嘅謊言嚟隱瞞。諗下我哋身邊啦，幾多公司嘅管理者就為咗穩定人心，收埋一啲關鍵嘅信息，反而咧就令到員工陷入猜測同埋焦慮。而網飛用行動證明真正嘅信任，始於毫無保留嘅坦誠。呢啲獨樹一幟嘅管理文化咧，睇落去係離經叛道。不過正好捉住咗管理嘅核心喎，信任與尊重，冇複雜嘅流程束縛，冇虛假嘅善意隱瞞，冇功利嘅短期激勵，反而令到網飛凝聚咗一批頂尖人才，成就全球流媒體巨頭嘅地位啊！各位老闆管理者，我哋係咪成日喺度糾結點樣制定更加完善嘅制度？點樣用獎金綁住啲員工？嗱，網飛嘅案例就話俾我哋知啦，有時候放下控制，給予信任，保持坦誠，反而可以收穫意想不到嘅效果喎！呢啲管理邏輯真係好值得我哋反覆琢磨，落地借鑑㗎。